大家好，我係李慧瓊。喺香港呢片土地，每一步都有住我哋堅持同埋奮鬥嘅初心。世界格局在變，挑戰接踵而嚟。香港市民始終懷住一份對國家、對香港嘅熱愛同責任，以獅子山精神同舟共濟，同心守護。香港已經進入轉型新階段，國策持續惠港，施政提速提效，行業升級轉型，人才加速發展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哋團結一致，攜手前行，香港定能再創高峰。堅守初心係我哋一直以嚟嘅約定。從第一日落區開始，區議員到立法會議員到全國人大常委，我每一日全力以赴，始終如一。從政20多年，對我嚟講，最大嘅滿足係見到國家好、香港好、市民好、大家好。跨越挑戰係我哋一如既往嘅韌性。香港自回歸以嚟，經歷咗無數嘅挑戰，金融風暴、疫情肆虐、議會拉布、社會暴亂等等。幸好喺中央政府堅強領導下，我哋所有以香港為家嘅市民，以背靠祖國同埋一國兩制嘅優勢，一齊撥亂反正，團結向前，一次又一次走過難關。面對世界嘅挑戰同埋香港嘅轉型，需要大家繼續攜手同行。我承諾，我定必緊守崗位，持續向國家反映大家所想，爭取更多惠港政策，持續推動特區政府良政善治，喺施政規劃等方方面面開新篇，並持續貼近群眾，聽取民意，不忘初心，為改善民生繼續同大家並肩同行。請你同埋家人繼續支持信任我，爭取連任，讓我喺國家層面、香港層面、社區層面繼續同大家一齊奮鬥，亦都讓堅守初心、跨越挑戰成為我哋共同努力嘅核心力量，亦都成為香港再創高峰嘅核心力量。